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alon。有唔少人都對4月推出嘅 Pokemon Champions 好有興趣，所以今日我就會同大家分享5件喺 Champions 推出之前要準備好嘅事，令你喺 Champions 嘅開局可以更加順利。我主要做雙打對戰嘅教學同埋分析，所以接住落嚟嘅內容都會集中講雙打對戰嘅環境。第一件事，如果你有朱紫、傳說 Set A 同埋佢哋嘅 DLC，就要盡快完成啦，因為有好多雙打對戰厲害嘅 Pokemon 都只會喺遊戲後期先出現，例如巨金怪只會喺 Set A 嘅地下研究室出現，或者朱紫嘅 DLC 保護區出現，又或者係晶光花，佢只會喺 Set A 嘅 DLC 後期或者係朱紫嘅第零區出現。第二件事， Champions 已經確定咗 Mega 會喺第一個賽季回歸，所以你可以刷定色違嘅 Mega 寵，帶住佢哋喺戰場上，你已經贏咗個氣勢。接住落嚟，我會介紹5隻喺舊世代 Top Tier 嘅 Mega 寵。如果 Champions 都冇削弱佢哋嘅話，相信喺戰場上仍然會見到佢哋嘅身影。第一隻 Mega 耿鬼，佢係特攻手嘅天花板，擁有全遊戲最高嘅特攻之一，加上130呢個比較 Top Tier 嘅速度，可以先手秒殺唔少嘅 Pokemon。特攻手唔受威嚇影響，所以喺進攻上冇乜掣肘。原本耿鬼嘅傷防都比較低，容易俾人秒殺。Mega 進化之後，傷防都加咗20，大幅增加咗佢生存嘅能力。另外佢仲有 S Tier 嘅特性踩影，令對方非幽靈系嘅 Pokemon 無法被換走，好難做到聯防，而對方只能夠喺絕望中度等死。我哋回顧返 Mega 耿鬼嘅對戰歷史，喺14年至16年間拎咗63次 Top 8，累積嘅獎金接近9萬蚊美金。再加上佢 Mega 嘅色違咁靚，冇理由唔刷定先啦。下一隻 Mega 代獸，傷防同 HP 都有100，令 Mega 代獸又彈得又打得，攻擊力125唔算太高，但係佢擁有 S Tier 嘅特性親子愛，令佢威力上升咗1/4，實際物攻值嚟到156。由於佢所有嘅攻擊都會打2下，大氣勢披帶嘅 Pokemon 都會俾佢1下打死，加上佢 Mega 前嘅2種特性膽量抑或係精神力都唔會被威嚇影響，令佢 Mega 進化嘅嗰個回合可以全火力輸出。我哋又回顧一下 Mega 代獸嘅戰績，喺14年到19年間就已經 Top 8咗141次，累積獎金嚟到11萬美金，成為咗 Mega 之冠。喺16年，日本舉辦咗第2回 Pokemon 龍王戰， Mega 代獸就製造咗打到對手爆喊嘅名場面。我哋即刻回顧下當年嘅片段，呢場就係 Junior 組別嘅決賽。喺戰場上，你見到一隻 Mega 代獸已經係難搞，我方選手仲要用淘淘犬複製多一隻 Mega 代獸出嚟，望住 Mega 代獸一拳一個小朋友，最後對方輸咗個比賽之後都忍唔住爆喊咗出嚟。下一隻 Mega Y 噴，Y 噴進化咗之後加咗50特攻，嚟到159，加上特攻手天生唔怕威嚇，令佢有唔錯嘅輸出。原本嘅噴火龍需要一隻可以幫佢開晴天嘅拍檔，但係而家佢只要 Mega 進化，當回合就可以後手覆蓋晴天，主宰天氣，令火系嘅招式威力成 1.5 倍。喺晴天下，本系嘅熱風同埋過熱威力就嚟到213同埋292，熱風最大範圍傷害，一啲冇火系抗性嘅 Pokemon 好可能就會俾佢一招秒殺。下一隻 Mega 暴飛龍，Mega 進化後嘅數值雖然加得好似有啲怪，物攻冇乜點樣加過，原本冇用嘅特攻就反而加咗20，反而令到佢有做雙攻手嘅本錢。原本嘅暴飛龍技能池相當尷尬，佢唔係雀，所以佢唔會識用了猛攻，所以本系都冇乜好用嘅物攻技能。特攻方面雖然有高威力嘅技能，但係存在住命中率嘅問題。Mega 進化後嘅特性飛行皮膚完美解決咗佢呢個技能池嘅問題，將一般系嘅技能變咗做飛行系嘅招式，獲得本系屬性加成之餘，再加上20% 嘅威力加成，簡直係飛天啊！
物攻方面就有捨身撞擊、逆鱗、廣域破壞呢啲技能。特攻方面更加有範圍傷害嘅巨星、流星群同埋噴射火焰。輔助又有得用順風提升我方 Pokemon 嘅速度，令到佢變得相當全能。喺 Close Team Sheet 嘅系統之下，你無法得知對手配置嘅情況，你唔知道對手嘅暴飛龍係走物攻流定係特攻流，你會打得相當被動。加上暴飛龍喺進化之前擁有 S-Tier 特性威嚇，降低對方 Pokemon 嘅物攻一個階段，令到佢嘅玩法非常多變。下一隻 Mega 巨金怪 ，Mega 進化之後，令原本已經夠坦嘅巨金怪傷防再加20，而速度上由比較慢嘅70大幅提升到去110呢個偏高速嘅位置。Mega 進化之後嘅特性係硬爪，提升接觸類嘅招式威力 30%， 令實際嘅物攻去到188，完全係坦得又打得嘅數值怪物。雖然佢係物攻手會怕威嚇啦，但佢進化之前嘅特性係行政之軀，能力值不會被降低，因此佢喺 Mega 前同埋 Mega 進化嘅當回合都唔會被威嚇影響，可以全火力輸出。Pokemon 傳說 Set A 亦都推出咗唔少有潛力嘅新 Mega 進化，例如畫面上面嘅呢10隻，淨係睇數值嘅話，佢哋暫時都算唔錯。但係要決定一隻 Pokemon 嘅強弱，我哋仲要睇埋佢嘅特性。但現時未有特性嘅資訊，所以我哋先唔討論住啦。等 Champions 出咗嚟之後，我會出一集 Mega 進化嘅 Tier List， 同大家 update 一下最新嘅對戰 Meta。呢一張圖就總結咗我認為邊一隻 game 拆色為 Mega 重比較好。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喺傳說 Set A 拆色圍有個好處就係，如果佢出現咗色圍，你會聽到聲啦，同埋你同時亦都可以拆頭目嘅正章。但係譬如御三家或者係體暴龍，翻去珠子拆會比較容易啲，因為佢哋會大量一齊出現，唔使逐隻拆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暫停一下條影片，望一望自己心水嘅 Pokemon 喺邊一隻 game 度拆會比較快。第三件事，如果你唔係課金玩家，你喺 Champions 最多只可以放30隻 Pokemon， 咁你喺錄用 Pokemon 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啦，因為好快就會到達數目嘅上限。所以我會推薦你5隻泛用性高，亦都相當強嘅非 Mega 寵，適合放喺任何嘅隊伍。你可以捉定先，或者 Champions 推出之後見到佢哋都可以即時錄用佢哋。首先係吃烤霸同米納龍，呢兩隻係雙打對戰嘅噩夢。佢哋同時上場嘅話，就會觸發米納龍8號司令嘅特性，吃烤霸會吞咗米納龍，同時攻擊力、防禦力、速度都會大幅提升。加上吃烤霸純樸嘅特性，可以無視對方嘅能力值變化，即使對方強化咗，亦都打唔喐吃烤霸。如果隊伍入邊冇足夠針對吃烤霸嘅手段嘅話，就可以直接 game over 噶啦。下一隻奇奇麟。特性尾甲可以用嚟抵禦對我方嘅所有先制招式，例如擊掌奇襲、青草滑梯等等。只要你嘅隊伍入邊有奇奇麟，對方每次想用先制招式都要估一估你呢個回合會唔會換入奇奇麟。加上自身嘅防禦力同埋 HP 都唔錯，可以好有效咁牽制敵人。下一隻一家鼠，喺線上對戰通常都係 Close Team Sheet 嘅形式。我哋只可以睇到對方帶嘅嗰6隻 Pokemon， 但無法知道佢哋嘅特性、道具同埋配招。一家鼠強就強在佢可以係輔助，亦都可以係輸出手。喺佢出招之前，你無法知道佢係乜嘢嘅配置。萬一估錯咗，就會即刻陷入好大嘅劣勢。一家鼠有2種特性，一種就係友情防守，可以減少自己隊友受到嘅傷害，加上自己有好多技能去掩護隊友。例如係看我媽或者挑釁。另一個特性就係技術高手，可以提升自己嘅專屬技能鼠數儀，最多打10下，可以秒殺大部分冇抗性嘅對手。下一隻蜂妖精，佢嘅特性係惡作劇之心，可以先制使用佢嘅變化類招式輔助隊友，例如先手順風令我方嘅 Pokemon 速度乘2，或者係先手開光場減低特殊攻擊嘅傷害，或者再來一次令對方嘅 Pokemon 只可以重複使用同一個技能，再或者係假哭先手減低對方嘅特防等等等等。佢嘅變化類技能池豐富到佢咩都可以帶，你只能夠盲猜佢嘅配招係乜。最後一隻就係宇宙第一咆哮虎。當你組隊嘅時候，撐一隻 Pokemon 又唔知帶咩好喎，
帶佢就一定啱㗎啦。佢有 S Tier 嘅特性，威嚇減低對方嘅物攻一個階段。入場之後，亦都可以使用擊掌奇襲去牽制對手一個回合。技能池亦都係相當豐富，可以輸出，有本系大招閃焰衝鋒，亦都可以干擾，可以拍落對方嘅道具，又有挑釁去阻止對方強化。最後亦都可以牽制對手，譬如可以使用鬼火將對手嘅物攻減半，或者拋下狠話將對手嘅雙攻減一個階段。咁完美嘅一隻 Pokemon， 你唔能夠錯過啊！第四件事就係立即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啦，因為我會拍更多對戰嘅教學同埋隊伍分析嘅影片，輕鬆帶你由新手變成高手。唔想錯過嘅朋友，立即咁訂閱啦！返去正題，第四件事，如果你嘅珠子或者傳說 set A 仲有素材同埋道具嘅話，可以先訓練咗你嘅 Pokemon 先，節省一下 VP 嘅消耗。由於 Pokemon Home 係冇對戰道具嘅，入到去 Champions， 相信我哋都係要用 VP 嚟購買對戰道具，加上錄用或者係訓練 Pokemon， 喐啲就要用過千 VP。喺唔清楚每場對戰可以獲得幾多 VP 之前，我哋都係慳下啦，以免錯過我哋遇到一啲重要 Pokemon 或者道具有冇 VP 買嘅機會。第五件事，最後一件就係記得註冊你 Pokemon Home 嘅賬戶啦。Pokemon Home 係可以免費使用嘅，俾你上傳最多30隻 Pokemon 到 Home。透過 Home， 你亦都可以將 Pokemon 傳送到去唔同嘅 Pokemon 遊戲。除咗可以連結 Switch 上嘅 Pokemon 遊戲之外，仲可以將 Pokemon Home 連結到去你手機嘅 Pokemon Go 上面。冇 Switch 遊戲嘅朋友就可以喺 Go 度捉定啱啱介紹過嘅 Pokemon， 再傳返上 Home， 最後傳入去 Champions。詳細嘅教學連結我會放喺影片下方嘅說明欄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撳嚟睇下。今條影片就嚟到呢度啦，鍾意呢條影片嘅就記得俾返個 like。我會繼續 update 大家 Champions 嘅最新消息，記得唔好錯過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。